各位兄弟平安，咱来吟诗而乐。第一首诗歌，咱来看23首，圣诗23首。海翁的赤鸟的主，海翁的主，这首诗歌，侪人拢真爱哈，拢非常的熟，真好听哈。这是算不离心的歌哈。咱来唱第1节甲第5节，156哈，156好，就是第1节跟结束那一节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那个好，我们一起来哈，好。赤鸟的主，海翁的主，赤鸟的主，海翁的，长世痴心的主，痴心的主，愿着怎样来体会，愿着怎样来学乐。第5节。用念修正的主，阮着怎样？好，接着唱第6节。万世的主，来，万世的主，神秘的主，主必怜悯的主。好，最后一句来，怎样显现你天光？好，这首诗歌吼，会结尾，你会感觉讲敢若无煞吼，这就是这首诗歌的目的。伊留一个问号，互咱，甲咱问吼，要安怎实现你的天国吼？甲咱问，咱也甲上帝问吼。好，真好，真好听。咱来看第2首，191首。你的话实在做阮骹顶的钟。这首诗歌是马来西亚的歌吼，所以有迄个华音吼。那麻烦咱大家，若会当的，咱提出咱的姓氏，咱编到第191首，你都会看到伊的歌谱内底有一个华音吼，这东南亚吼，还是印度，还是这马来西亚因唱歌的一种真特殊的表现吼，有一个华音，所以咱若会当的，咱掀开咱的姓氏，那会当的人，咱就甲迄个华音唱出来。你若无爱，无要紧吼，你就直接唱迄个主音，安尼就好。好，咱即摆请苏琴甲咱弹一遍，好，来。反复来。很有那个马来西亚迄种风格，吼好，咱即马对头啊到尾啊，甲唱一遍哦，吼你若看到迄个华音吼，你会使甲试看觅，噔，吼，真趣味，吼，咱唱这种姓氏，咱会使较放松咧，吼，因为伊毋是欧美迄款古典的，咱敢若讲爱安尼，较严肃，袂，因这真热情的迄个贝斯所唱出来歌，真随意。但是毋是无敬虔，是因的个性就是较放松，吼，较热情，吼，较不拘小节，吼，咱就是用安尼来唱，吼，好 ，OK， 好，圣歌队加油，帮我们哈，来。反复。世间。
第二节哦，预备来。你的话实在最我的灵，你的话宣扬着我对情。搁一摆。歌谱咱较好唱，咱搁一摆哦，吼，第一节、第二节咱搁唱一摆，吼，咱爱看信息较抓得到，因为伊的音有拖，啊，要拖到当时，你爱看谱较知影，好，咱搁对头啊，吼，好，啊，你若滑音，嘟噜嘟噜，好 ，OK， 好，加油，来。反复。好，吼，咱会使搁甲唱较活泼的，吼，好，下面来看368首，受袂迄暝求主耶稣，咱今仔日有一个守圣餐，吼，咱来，389，对不起。367，啊，对不起，我来看安尼。367好，受主赎回，受主医治，吼。咱领受圣餐的时阵，咱就是纪念主为咱所做的一切。咱唱第1节、甲第3节、甲第5节，咱连伊咧唱的时阵，拢爱注意伊即个歌词，伊即个歌词，甲即个信仰的意思。信仰的内涵表达得非常的清楚，所以请恁会当掀开圣诗，咱真清楚来看伊整个的迄个概念。好，来1、3、5，预备。来。第3站，咱来重新出发，真谦卑哦，吼，谦卑唱出来。得胜啊，哦，吼，来。
心情，若对即个歌词认真来甲看，照迄个情绪来表达，拢非常的正确哈。多谢，今仔日吟诗学乐到这。请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，就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线到永远。做伙来吟圣诗23首，圣诗23首，七鸟的主，海洋的主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
咱犹原徛伫，做伙仰头来祈祷。慈悲疼痛的上帝，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众兄弟姊妹聚集伫遮，做伙敬拜，学罗你。主啊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谦卑承认阮有罪的本性。主，你知影阮有时会离开你的道路，无好好应对你来的恩赐，阁袂记得你的慈爱。主啊，求你互阮会晓为着一切的过失，心内见笑甲忧愁。主，恳求你怜悯阮，教示阮知影阮的歹，洗清阮一切的罪恶，为着你所疼的囝耶稣基督，赦免阮的罪，帮助阮会晓伫你的光的内面来活，行你的道路。主啊，感谢你赏赐阮教会主日的教室甲宣教中心，互阮会当伫有限的空间内面来使用。总是即时，教会犹原需要经费来行银行的贷款甲利息。主啊，求你保守教会的财务，也互会友了解教会的需要，做伙继续关心代祷甲奉献。主啊，使其有真侪会友出外，也有会友身体欠安，特别是教会的长辈，暂时无法度来教会做伙礼拜。主啊，求你保守身体欠安的会友得到医治，也互无法度甲阮做伙礼拜的会友得到平安。另外，也有国外的会友返来台湾，也求主赐福。即时，阮要照主耶稣的教示，做伙来祈祷。愿天你的名，愿你的名是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实行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，今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过犯阮的人。无是带阮入日市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请坐。请咱来看圣诗的后面，启应文29篇，启应文29篇记载伫诗篇119篇，咱做伙来启应。行为无通指责，即款人真有福气，听叹上主的教示。即款人真有福气，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顺捷？上主啊！我要专心找求你，我将你的话放伫心内，求你开我的目睭，我的心悲伤到要碎去。求你互我无行虚假的道路，求你互我袂意爱虚假，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。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。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，
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你的话一个解说就发出光。你的公义线到永远。做伙来吟圣诗191首，圣诗191首。你的话实在做阮脚前的灯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请坐，做伙来祈祷。慈悲疼痛的上帝，真理甲活命拢是你想事，福分的源头是对你来。阮即时要来追求你所要想事阮的道理，恳求信心充满伫阮的中间。找保惠师来教示，互阮对你的话、灵命得到培养，信仰得到坚固，活出基督的模样。阮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做伙来读上帝的话，今日要读的经文是罗马书第2章17节到29节。罗马书2章17节到29节，请咱注意看，听我来读。安尼你咧，你自称犹太人，我靠律法，搁用上帝做夸口。你明白上帝的旨意，有受过律法的教导，会晓分别是非。你自信家己是得甲失明的人带路，是黑暗中的人的光，戆人的导师，幼稚的人的老师。你想讲，既然有律法，对知识甲真理就有把握。你教示别人是安怎无教示家己？你教人毋通偷摕，家己有偷摕无？你讲毋通犯奸淫，家己有犯着无？你厌恶偶像，家己有抢庙事无？你夸口有律法，家己有犯法来侮辱上帝无？圣经有记载。因为恁的缘故，上帝的名伫外邦人的中间受亵渎。
你若遵守律法，甲咧就价值；你若犯法，有甲咧变做无甲咧。无受甲咧的人，若遵守律法的规定，上帝减无甲伊算做甲咧。肉体无受甲咧，毋过有遵守律法的人，会甲你定罪，因为你有律法的条文，阁受甲咧，毋过颠倒违背律法。其实，外表做犹太人的，毋是真正的犹太人。伫肉体所受外表的甲咧，嘛毋是真正的甲咧。真正的犹太人是内在的，真正的甲咧是心的甲咧，是信心的作为，毋是靠律法的条文。这款人受称赞，毋是对人，是对上帝来。愿上帝的话成做咱的帮助。即时要请圣歌队阿萨诗班用诗歌带咱敬拜，因要唱的诗歌是赦免的恩赦。
即时，请黄春心牧师讲道题目是犹太人甲法律。弟兄姊妹平安，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。今仔日真多谢阿十四班带领咱做阵来敬拜上帝，特别通过这首赦免的恩赦，也陪伴咱的心。因为咱今仔日要甲咱的主耶稣基督，要按照伊的命令摆设圣餐的恩赦，三个来领受基督所赐生命的恩典。伫2000年前，耶稣基督就将伊的恩典赏赐予巴勒斯坦的犹太人，也煞接，佮将这个恩典也传予罗马人、希腊人甲各所在的人。伫150周年以前，伊阁找宣教师将福音带来到伫台湾，互咱有机会来领受主的恩典。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，到伫今仔日有缘的邀请咱世间的每一位，因为亲像加拉太书3章28节所讲的，无分犹太人也是外邦人，奴隶也是自由。男性也是女性，伫基督耶稣的生命内，咱拢成做一体。保罗伫罗马书内面，伊也分享，伊对主耶稣基督所领受救赎的恩典，伊讲：福音是上帝的大权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但是问题出伫什么所在？伫第1世纪迄个处境的下面。犹太人、甲罗马人、甲其他的民族，因的中间有真侪文化上的差异，甚至是互相看袂顺，人讲互相排挤。罗马帝国，咱前所读遐个背景，罗马帝国因是尊贵甲卑微迄款社会阶级真清楚的。所以因更较看轻基层的人，看轻奴隶。对伫犹太人咧，犹太人认为伊家己是上帝的选民，因真骄傲，所以因对其他人嘛是共款，嘛看袂顺。针对这个问题，使徒保罗用真长的篇幅，通讲是对第1章18节到3章20节，伊咧论罪的问题。所以，咱也回顾伫第1章18节到32节，保罗伊会指出罗马帝国外邦人的罪，特别是迄款尊贵卑微社会阶级所产生迄种用因的官兵来犯的罪过。伫第2章开始，保罗会指出犹太人的罪。其咱也继续看到第3章第9节到20节，会论到全人类的罪。顶主日，杨文牧师会传讲罗马书第2章第1节到16节，会甲咱讲，无论是罗马帝国统治的这个外邦人，也是家己认为有上帝律法规范的犹太人，甚至是看家己较悬人一等的道德家。因遮的人拢无法度避免上帝公平的审判，无有一个人例外，所以逐个人拢会受到上帝的审判。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第2章17到29节，伊阁进一步会说明犹太人的问题，特别犹太人伊真骄傲。讲起，阮是有法律的民族，阮是律法的民族。因认为无有法律、无有律法的外邦人无文明，因为文明伫迄个时阵，因看起来有律法是文明的人，无律法是野蛮的人。所以因真夸口，阮是上帝的选民，我有上帝的法律的文明。所以伫罗马书第1章、第2章内面，咱看到。这款文化上的冲突真大，因为罗马帝国的
罗马帝国的人，因咧强调尊贵、卑贱、社会阶级迄款的优越感。犹太人的优越感是啥物？因掠家己是上帝的选民，因掠家己有上帝法律的文明的民族，因来安尼骄傲。两个族群中间有因家己认为主张的优越感，因看轻别人，所以因中间有真大的差别，有真大的对立。犹太人认为家己是上帝的选民，遵守上帝律法。来骄傲看轻别人，所以保罗伫遮继续咧提出伊的看法。咱三个来看，咱首先来看17节甲20节，伫遮伊安怎描写犹太人的优越感？因为伫耶稣保罗的时代，咱甲想看卖，什么人上捌摩西的法律？伫迄个时代，犹太人的中间，都是经学教师。法利赛人、法利赛派，因是对上帝律法非常的熟，因甚至遵守上帝律法，讲阮有遵守，所以阮是义人。因通过安尼来区别，啥物是清气甲无清气，啥物是圣洁，啥物是无圣洁。伫因的目睭内，只有因遮的遵守律法的人是圣洁的人。保罗对这体会真深。因为保罗伊的家族是法利赛派，伊家己也真做法利赛派的人，所以伊自细汉的时阵，伊就受送到伫耶路撒冷，咱来讲去做啥物？做小留学生啦。因厝是伫大数小亚细亚的所在，自细汉厝内应该真有钱，就将伊送到伫迄当时。上好的学校伫耶路撒冷，伫遐来上课，唔敢若上课，阁是受教伫迄当时上出名的大律比加马列的下底去做学生。加马列是迄当时上出名法利赛派的律法的教师。咱若根据《使徒行传》第5章34节来看。伊伫犹太议会的中间非常受到人尊重。伊是大律比希列的孙仔，对希列到伫加马列3代，因伫犹太教的中间地位非常的崇高，因受人称作拉比中的拉比，拉比的拉比。一般拉比若要解说律法解说圣经，无共意见的时阵，就会去请教因，因为伊是拉比的拉比，拢会交到伫因的手伫遐做解说，会当互加马列来敬做学生的保罗。你就爱知影，伊迄当时应该是一个真优秀的人，是要栽培新的一代悬的拉比。但是保罗一信耶稣了后，圣经内面互咱看到，伊无掠迄个受定十字架耶稣做见效，甚至宣扬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。保罗本身出身是法利赛派，伊对伫犹太人自我认知家己是上帝的选民，佮认为家己是有律法的民族迄款的优越感，看轻外邦人无清气的人，保罗一看这个代志，应该是非常的清楚甲强烈。咱来看17节，17节直接一开始讲，现代中文译本讲那么，17节的台语安尼讲，安尼你咧，这英语是讲 but。但是，就比甲头前做一个对比。但是什么代志？但是你家己自称是犹太人的人，佮自称家己是有律法的人，啊，你佮怎样？你做了咁好？保罗一开始就安尼问。他哪讲到？保罗出身是法利赛派的家族，是大律比加马列的学生。
伊指出犹太人迄款的自高自骄傲，而且讲因挖靠法律，自认是家己是有律法、有法律的文明人，知影上帝的旨意，会通去明辨是非。我有当时会讲法律也是律法，因为这拢是共一个字眼。过去的和合本是翻译做律法，咱台语现代台语嘛翻做律法，但是新的翻译拢是翻做法律。所以法律甲律法其实是指同款的物件。犹太人掠家己是有上帝法律的人，所以因看清讲，恁遮的无法律的人是野蛮人，是无文明的。阮会当分别是非，恁袂使。第17节的后半段，佫会讲起，佫夸口恁甲上帝有特殊的关系。现代中文译本是讲特殊的关系。什么款的特殊关系？因为因家己自称，阮是上帝的选民。对犹太人受掠到伫巴比伦，后来归回转来的时阵，即阵受伤的人，咱会当甲当作是全体民族拢有 PTSD 同款，拢有迄个创伤症候群。因转来到伫耶路撒冷，来重新来起造因的城市的时阵，因就发展一种犹太人优越感的意识，因就过着非常无共款犹太式的特别的生活。表面上是分别做成，嘛是要雕故意，互人看到我甲恁无共款，无共款。后来就渐渐我比恁较悬顶，阮是上帝的选民。伫圣经内面讲是黑暗中的光明。其实咱若看路加福音16章第8节，迄当时的犹太人自称什么？我们是光明之子。受掠归回犹太人，因发展出这种外在真刻意的自我形象。伫耶稣的时代，因伫公共的场所展现因家己是甲人无共款的，阮是非常有信仰的，所以因真意爱伫路口伫遐徛的祈祷，因真意爱摸着祈祷的囡仔，互人知影伊的祈祷。耶稣讲：恁祈祷的时阵，袂当互人知，得进入密室去祷告。但是迄当时，因就发展出来，祈祷的囡仔满地都伫路的祈祷，互人知影讲：哇，这个人真敬虔，伊有咧遵守律法，这拢是表面上的。20节后壁佫讲是年轻的人的老师。也是讲幼稚的人的老师，因为因掠家己有摩西的法律，因掠家己有掌握知识甲真理，这是迄当时犹太人的骄傲。所以犹太人的骄傲甲罗马人的骄傲是完全无共款的。当初时犹太人，特别是法利赛派，自大自义，迄款的心态非常的自我中心，因伫这个自我中心，因袂感觉讲家己安尼的想法有啥物款问题。保罗时代有一个犹太历史学家Joseph，伊的描写迄当时真典型犹太人的自我认知。伊安尼讲，众人长期以来都渴望会通接纳阮的宗教的法则。毋是阮家己讲家己的律法真高尚，乃是因为真侪人心酸，所以阮真骄傲。你啊看，这是Joseph迄当时咧讲犹太人掠家己有这个上帝的律法，非常的骄傲，嘛掠准逐个人拢真欣赏，迄个自我感觉非常的好。当这时，犹太人掠做上帝的选民，掠家己是律法的文明人，来彰显家己甲其他民族无共款，看轻别人。恁遮的无卫生的人，恁遮的无律法的人，
恁遮个无清气的人，因迄当时的观念，就是咧凸显家己是一个真优越的人。伫这段经文内面，保罗当然是用较正面的方式来描写犹太人的自我肯定。其实保罗无否定因的自我肯定，那亲像基督徒，咱嘛会肯定家己甲上帝的关系，咱嘛会肯定咱家己的信仰，肯定咱家己的信仰，但是爱记的，肯定家己的信仰，毋是要来看轻别人，毋是要来歧视别人。咱肯定家己是上帝的选民，是咧提醒咱。甲上帝中间有一个立死命约的关系，咱肯定咱是律法之主，咱有咧读上帝话语，毋是讲我比你较高贵，毋是，乃是我要遵守上帝的律法，凡事所行的会通荣光上帝，甚至会通甲人分享上帝的恩典，有律法。毋是为着要来去看轻别人，摕律法来定别人的罪，这是遮保罗真要紧要互咱知。到底犹太人的问题是出伫哪？咱来看18节到24节，因真正的问题是讲一套做一套。保罗先肯定犹太人因对信仰这款的认知肯定，但是伊煞接指出，因就是讲一套做一套。伫福音书内面的描写，伫耶稣的目睭内，这经学教师、法利赛派的人，因是假冒为善，咱讲假好的人，因为因敢若讲，袂去做。这是马太福音23章第3节所描写的。咱若去看先知册的时阵，先知书内面，咱就会当发觉。先知批判，迄当时的政治领袖安尼讲，恁本来爱主持公义，但是恁反倒当怨恨良善，意爱罪恶。恁将我的子民活活剥皮，搁将因的骨头的肉剔落来。这是弥迦书3章第2节。先知的批判，迄当时的政治领袖知影，但是知是一套，做的是一套。弥迦书3章11节，遐各位讲，城内官员接受乌西，祭司为着钱伫遐解说律法，先知为着钱伫遐来占卜。所以咱看到，无论是官员、祭司、先知，因拢是真清楚上帝律法的教示。问题是因去扭曲上帝的法律，因干安怎会晓讲，袂去做，这是上大的问题。教导人认捌律法，家己却无遵守这个法律，用咱现代的语言来讲，叫做知法犯法。知法犯法的代志，毋是古早有，到打犹原是有。每一遍要选举的时阵，咱就去检验这的候选人。因敢知影知法犯法的代志？迄个检验就是民主，一个真要紧的。耶稣基督伊去早前就看出经学教师甲法利赛派的人的问题。耶稣就直接批判因讲恁这假好的经学教师、法利赛人啊，有灾祸啊！恁连调味的香料，哪亲像薄荷、茴香，拢献1/10予上帝。但是伫法律上真正要紧的教示、公义、仁爱、信实，恁反倒当无去遵守。这是马太福音23章23节耶稣的批判。咱来看经文24节，24节伫遮所讲的，圣经有记载，因为恁的缘故，上帝的名伫外邦人的中间受到亵渎。上帝的名，互人看轻，为什么？
这句话是引用以赛亚书52章第5节，因为迄当时巴比伦因掠这个犹太人掠去做这个奴隶，因伫遐就取笑这个以色列人，讲恁今仔日受阮拍败，受掠做奴隶，嘛笑因所信仰的上帝。如果因信仰的上帝如果是真正伟大，他会容允伊的百姓受掠受卖做奴隶。如果上帝真正有能力，他会袂保护恁。保罗伫遮用这段经文，其实要来讲起，因为恁前虽讲有官长、有祭司、有先知，总是恁遮的头人，拢无遵照上帝的话，安尼百姓咧，因嘛无法度去行上帝的话。恁的犯罪致到恁失败，致到恁受审罚，毋是上帝律法有问题，乃是犹太人根本敢若会晓讲袂话做，甚至敢若夸口家己看轻别人，认为家己是上帝的选民，是清气的，是圣洁的。外邦人无律法，无清气。这拄拄是保罗要指出犹太人的自大、自义迄款的自我中心。煞者，咱来看25节到29节，这段经文，会讲起，如果恁真正爱遵守律法，恁就知影，恁的家底就有价值。其实犹太人真屈强，罗马帝国的时阵，为着要统治这群很倔强的犹太人，嘛，互因即个特权，你敢知影？那亲像当时逐所在的犹太人，因会通寄钱到伫耶路撒冷圣殿去遐奉献。大一个国家会通容允，大一个所在会通容允你将钱献到伫其他的所在做税金，可能真歹容允。但是罗马帝国容允犹太人，恁会通将恁的圣殿税寄到伫耶路撒冷。罗马帝国也尊重犹太人的法律，因会通免做兵啦。其实迄当时，罗马人、外邦人看这的犹太人是一群非常奇怪的民族，甚至因认为啊，恁啥物守啥物安息日。所以外邦人看因即群人讲，啊，恁就是笨蛋啦，恁就是笨蛋。所以罗马帝国长期以来，犹太人、犹太教迄款的自我封闭，所以也致到因甲其他的民族中间非常无法度伫遐会通互相体会、谅解、互相接纳，这是迄当时真大这个种族冲突的所在。到伫今仔日，咱犹原会通看到巴勒斯坦的中间，无论是巴勒斯坦人甲以色列人，中间嘛有亲像即款的冲突的存在，敢毋是？伫所有的种族的中间，犹太人拢会将其他的民族看作是无清气的，因为因无食清气的食物。因为因无守安息日，因为因无上帝的律法，所以犹太人拒绝甲因往来，甚至也不准甲外邦人通婚。这款的问题其实伫犹太人受掠归回的时代，尼希米时代，因就要求袂通甲外邦人通婚，甚至你已经结婚的，要求恁爱离婚，恁若生囝的。爱断绝甲囡仔的关系，赶走。你也看尼希米迄当时即款的律法主义，其实是迄当时整个犹太上要紧的主张啦。排他主义去伤害其他人。
伫保罗的时代，即款的问题犹原存在。因咧区分什么人是清气的，什么人是上帝的选民。所以割礼即件代志，就成做犹太人天大地大的大代志。因为因看你无割礼，就是无清气。甚至后来犹太基督徒，因嘛是受到即款传统的观念影响。因认为外邦人你要信耶稣，成做教会一份子，安尼你先去行割礼。所以犹太基督徒竟然要求外邦人嘛爱先行割礼，清气了后，才会当去信耶稣，成做基督徒。但是，什么是清气？敢真正割礼了后就清气啊？如果行割礼会通清气，安尼吼上好规粒挂好清气，安尼上清气，敢毋是？当然毋是安尼啊！割礼的意义是在伫哪？在伫人甲上帝中间立约的关系。如果咱敢若在意外在的割礼记号，内心无实实在在的悔改，离开上帝，咱所做的毋是符合上帝的律法的规矩，安尼你有割礼嘛无意义。同款的，敢若有受割礼，敢若守安息日、食清气的食物，互外邦人看到讲哇！这阮做一个犹太人，分别做成外在的记号。哇！你甲看，阮就是安尼。但是内心无真正的悔改，内心对人无有疼，迄款的悔改是假的。所以保罗就问：安尼什么人是真正的犹太人？真正受割礼的人是什么人？真正的割礼是人的内心活出尊主最大，掠上帝最中心。毋是看重外在记号，你外在记号你要安怎去变，迄是你的问题。要紧的是你的内在。哇，即句话假的犹太人，因敢若看重外在的割礼，心内无有悔改，无有改变的行动。但是真正的犹太人是活出内在的实质，真正犹太人的特质，毋是血统，毋是种族，乃是真正内心的悔改，专往上帝最中心。这个专往上帝最中心，保罗甲咱讲，是出自上帝的神，也是圣神的工作，人一点仔夸口拢无。煞接第29节。最后安尼讲起，讲真正的犹太人是内在的。后壁还讲，即款人受称赞，毋是对人，是对上帝来。这个称赞，这个字，伫希伯来文就是犹太的意思啦。因为犹太的名就是俄罗上主，所以犹太人的意思就是俄罗上帝的人。所以，什么人是真正俄罗上帝的人？真正犹太人，什么人？这是双关语。这款人真正受称赞的人，毋是对人，是对上帝来。毋是迄个外在遐个犹太人的记号，毋是，乃是内心真正实在的改变。这个改变特别是圣神伫咱的内面的做工的改变。通过这段经文，咱来反省两项信仰的功课。第一项，咱要去思考的，信仰是特权吗？咱要如何去看待这个特殊的恩典？伫17节到20节内面，犹太人正肯定因是上帝的选民。是上帝律法的军队者。保罗敢有反对这项？无。保罗无反对犹太人的自我的认定。那亲像咱基督徒，咱嘛肯定家己甲上帝的关系。有当时咱嘛自称咱是啥物？咱是上帝的查某囝、囝儿，敢毋是？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
咱会用这款自我肯定的信仰态度，咱嘛肯定我是跟对耶稣的，所以我爱有疼心，因为新的诫命就是疼，无疼的人毋捌上帝，这是基督徒心内上大的记号。你若无有疼，你袂通讲你是信耶稣的人。一个信耶稣的人，若失去疼，迄拢是无见证的。咱会通自我肯定，我是上帝的选民，我是上帝的囝儿。伫约翰福音1章12节安尼讲：凡接受他的，就是信他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特权，做上帝的儿女。这个翻译真特别，特权啦。这个咱有特权，特权敢是代表咱比别人较好？无，你也将特权当作是咱比别人较好，因为咱就对这个特权失去伊内在的意涵。这个特权是上帝先予你，后来阁要予其他人。所以咱头前所读到，先犹太人，后来是外邦人。咱今仔日会通接受到福音，亲像我讲到一开始咧讲起，耶稣基督福音伫150几年前，通过宣教师传到台湾。咱是真后来伫末后的时代甲信主的人，咱的祖先敢若几代伫这个所在，有诶可能信主较侪代5代6代，但是咱中间有真侪拢是初代。第一代信主的人，咱这个特权，敢是特权？这是一种呼召。先犹太人，后来外邦人，先做基督徒的，有要紧的是爱互人嘛做阵来去担着上帝恩典的滋味。犹太人肯定家己是上帝的选民，咱基督徒嘛肯定咱是上帝的囝儿。这款的自我肯定。毋是要来客来看轻别人、轻视别人。咱肯定咱是上帝的选民，是上帝的囝儿，是要提醒咱甲上帝有立约的关系。既然有立约，就袂通去拍算上帝伫咱身躯顶的恩典。咱凡事所行的，拢爱去荣耀上帝。分享甲人的恩典，毋是要来去看轻别人、歧视别人。今仔日社会看轻真多呢。虽讲中国对咱无好，咱敢会去看轻中国人？有当时嘛是安尼。那亲像过去原住民伫台湾，我会记得细汉的时阵，拢叫因3包，伊拢叫我4包，伊拢叫咱白人。海边的白浪，白浪的意思就是歹人啊。刘兄弟，咱过去这款自我的优越感，嘛拆散咱彼此的关系。但是保罗关心注意的是，罗马人恁看轻别人，犹太人恁嘛看轻别人，恁安尼互相看轻。你无法度去体会到上帝真正的恩典。上帝真正的恩典是要互外邦人、犹太人会通合做一个。这就是以弗所书2章14节所甲咱讲起的。耶稣基督通过伊家己的身躯，摔倒2边3格的墙，要互犹太人、外邦人合做一个。今仔日保罗伫罗马书，伫这个中间，伊其实一个真要紧的，要甲咱讲起，咱的信仰的特权是啥物？毋是伫遐来看轻别人，是咱的责任。咱有这款的特权，咱已经信主啊，咱信耶稣啊，咱爱去甲人来分享基督的恩典疼痛。保罗批判罗马人尊贵卑贱的社会阶级，伊也批判犹太人的律法主义。因认为家己是占着上帝的特权，
所以第一章16节，迄个大主题的中间，保罗讲，福音是上帝的大权能，是要救一切信伊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来是外邦人。咱来掠掉这项，这是咱的责任。咱来人来分享上帝的恩典。第二项，咱来思考的，保罗关心的是啥物？伫罗马书内面，伊关心的是啥物？伊为什么写配合罗马的教会？伊关心啥物？伊敢关心着个人得救的问题，是伊关心着群体的问题？这个问题，咱爱去深深去思考。伫1976年，美国有一个人要出来选总统，迄个人叫做吉米·卡特。伊当时敢若用一个口号就选赢。伊用啥物口号？伊讲：“你重生了吗？重生的基督徒，请投给我。”吉米·卡特是安尼来调总统的，因为有个人伫迄个时代，因认为讲，我为着要来表明我是一个顶头生的基督徒，所以我就安怎投予吉米·卡特。我会记得我伫细汉的时阵，有当时伫教会，阮的辅导嘛会问我：“你重生了吗？”有当时伫报道会中间嘛，时常互人问：“你重生了吗？”问到我家己，拢会怀疑我到底敢有顶头生。我年轻的时阵听着即句话，我拢会甲讲：“我还没受洗。”因为顶头生对我来讲是洗礼。当我洗礼了后，我就甲讲：“我当时洗礼，我那一天重生。”伊佫讲：“重生不是洗礼。”安尼到底什么是顶头生？当然，我后来愈来愈明白福音了后，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啊！伊是一种信仰个别，是一种对上帝信仰个别的肯定。那亲像犹太人肯定讲我是上帝的选民，那亲像基督徒讲我是上帝的囝儿，这款的自我肯定。但是传统上，咱对罗马书的认捌，拢受到16世纪马丁路德因信称义的教义所影响，拢认为人关心第一个人的得救的层面，个人的得救。当然，个人的得救真重要，但是保罗伫罗马书内面看了更较开阔，伊关心犹太人，恁敢有接纳外邦人？外邦的基督徒，恁敢有接纳犹太人？因彼此的关系，因为家己有律法的优越感，有民族的优越感，伊去看轻别人，互相看轻。若是互相看轻，安尼就无法度去展示耶稣基督普世性的疼。保罗关心的是外邦人如何得救，如何成做上帝的子民。伊关心的毋是限制伫个人的赞处，失去族群普世的拯救观，会发生啥物代志？会发生后来第20世纪纳粹主义的产生。纳粹的种族主义也是讲法西斯主义，迄当时因用因的雅利安民族为优越感。大屠杀犹太人甲其他的民族，去侵略其他的民族，因为阮比恁较高，所以阮去侵略来控制。得救毋是干那个人。希特勒第2次选举，差不多90%的基督徒选票是灌予伊的，你敢知？伊嘛是民主选出来的呢，但是。若是敢若强调个人的得救，无去强调普世拢是上帝所要拯救的，迄是真危险的。
伫约翰福音3章16节，这段经文来讲，上帝那么爱世人，甚至赐下他的独子，要使所有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恒的生命。这个世人是指什么？我以前捌讲起，希腊文叫做 cosmos。cosmos 其实会当个翻译宇宙，也是讲所有的受造界，唔单单是个人，是所有的人。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，扩大咱的眼界，唔通敢若限制伫教会，敢若限制伫咱少数的族群。咱若无有更较开阔的眼界，接纳无共款的族群，安尼咱就无法度去彰显基督拯救的疼痛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阮的上帝，感谢你，搁一遍通过你的话语，互阮信仰得到反省。愿你引带阮开阮头前的路，帮助阮知影，阮今仔日成做上帝囝儿即款的特权，是一种的呼召，是要甲人分享上帝的恩典，是要来荣耀上帝。愿你施恩帮助，愿的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是要请会众起立，咱要做伙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神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以水性情投胎，对在世玛利亚出世，因丢被人道领来受苦，天使的死，埋葬同灵骨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就你那这地全灵的被上帝的大名，这对家各来生活，我们较喜欢。我信信是信信奉教会，信徒的幸福，最下的，有的好啊，永远的光明。阿免。做伙来念圣诗367首，受主赎回，受主医治，咱来念全首。我
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属于教会会餐者三个来守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咱注意听，主耶稣基督对见人归五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。主耶稣讲：恁见人着我担重着就问我，我要互恁得着安息。佮讲：我伫门外拍门，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，我要入去就问伊。来甲伊食，伊也甲我食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使徒保罗所讲的，因为我对主受也捌烦恁，就是主耶稣互人买迄面有提饼，就是来背伊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怀，恁着今日来纪念我。食了后也咧旁话讲，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杯设立的。既然恁的时，就今日来纪念我，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当耶稣基督互人买迄面有提饼祝谢，所以咱即时要伫伊的面前，照伊的模样，咱三个来感谢上帝，同心来祈祷。主我的上帝，现在阮按照你的命令摆设圣餐的筵席。是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，阮谦卑恳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，也圣别才会摆伫你面前的饼甲杯，互阮接受才会对你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宝贵，伫你恩典的帮赞，会通诚侪阮属灵的培养，也互阮成长伫你恩典的中间，通荣耀你的圣主名。阮的祈祷是奉国外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怀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即时请服侍长老来到台前。咱食饼以后，犹原安静咱的心来祈祷。主要所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怀，恁着今日来纪念我。将包装是甲拍开，将饼摕出来，也安静咱的心来祈祷。主要所讲，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就分我的人不断会枵，信我的人永永会吹干，就分我的人我不断无去杀伊。
即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来，咱就今日来纪念伊，咱三个来领受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旁杯讲，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。既然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即时来请服侍长老来到台前。最后所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血设立的。你若啉的时，就行呢来纪念我。咱摕着杯的时阵，会通将这个杯的杯盖小心来拍开，然后来面倒。这个是基督的所设立的，用新约所设立的杯。既然啉的时，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，咱三个来领受。恁逐摆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稳定，甲恁众人三个伫咧，咱同心来感谢。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，对你稳定
极大的疼痛，互阮领受你的圣餐，诚做培养阮灵魂真实的食物，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、疼惜阮，也互阮知阮真正是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，就是受祝福、忠实的圣徒，是上帝国永远的福利。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继续用慈悲帮助阮，会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，对当以后会通应当你的名，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时，咱要为着下面的事项来祈祷。第一项，为着南投县仁爱乡灾区的救援甲恢复；第二项，为着全球的气候变迁、环境有整的保护；第三，为着圣经学校秋季班的报名甲规划，请咱做伙出声，同心来祈祷。这时，请司县长陈日中执事带咱做结束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学了你是独一真神，阮感谢你创造天地万物，阮阁感谢你赐予阮平安。主啊，南投仁爱乡拄着风台大雨，得甲水崩山，道路、水电、建筑侪侪受到损害。阮恳求主施阮怜悯受苦的民众，也恳求主看顾投入救援的军人、警察、消防甲医护人员，阁恳求中建路上政治家保持良善正直，民众发挥热心，予人、土地甲环境得到平衡发展。主啊，愿信上帝予人有尊严、才能以及乡土来分离你的创造。有责任，甲你三甲管理世界，总是人有罪，误用这个文字，破坏人、万物甲上帝的关系。愿恳求主赦免人的罪，祝福阮良善、关怀生态心，三甲为着地球永续，尽心尽力。主啊，愿感谢你找见侪侪老师，透过这咱教会圣经学校分享主的信息。圣经学校秋季班。即马伫咧规划新课程，煞只就咧开始报名。阮恳求主引带，互圣经学校的事工顺利进行。愿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门。阿门。这时，咱来奉献。
众请起立，用奉献诗来祈祷。请坐，请咱掀开周报来看通知事项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简单报告。请看第3项，敬拜部门伫今日下晡后主日8月20下晡3点半，伫小礼拜堂咧举办 mixer 混音器的使用甲音控的训练，请音控的同工来参加。第4，教会定伫8月27第1场礼拜，邀请古伦神父来讲道，题目是面对苦难中的盼望。第5，今日是古一日写信比赛的最后一天，9月17下晡1点会举行颁奖典礼。第6，中会定伫9月初2礼拜六早起9点，伫济南教会来举办长职培训会。参加的对象包括牧者、长职、同工甲会友，欢迎报名。第7项，外展部门伫8月18到8月20，要去苗栗泰雅尔部落的司马县教会来举办信仰学习之旅，欢迎少年团体甲学生报名参加。第9项，8月27是阿公阿妈节，儿童主日要举办音乐会，邀请阿公甲阿妈伫迄天10点半到主日教室参加。迄天中昼有用餐交味。第10，台湾新学院的新学系新的学期伫咱教会开2门课，一个是拜2暗时6点40分，是小凯丽老师的课程，台湾社会议题甲处境化神学的反思。第2个是拜5暗时6点40分，是当关于牧师甲李清志老师的开课，看故事与说故事、历史、电影、建筑甲圣经人物的叙事对话。团契消息，团契的聚会，请咱家己看。具体的消息，本会乔奇长老甲守贞长老的后生亮龟，因翁仔某伫8月初8，王主赐一个查某囡仔，母女平安，恭喜。其他教界消息，事工的聚会，事奉者的安排，顶周奉献，本周的聚会，大多事项，请咱家己看。这是请黄牧师来介绍。来介绍咱中间对新加坡来的朋友姚永新跟女儿亲起立，姚永新及女儿，我们来欢迎你欢迎。好，请坐。还有一位从新加坡来的黄寻全，他刚离开好咱也甲咱兄弟彼此来请安，愿上帝施恩赐福，给咱敬人。
做伙来吟圣诗389首，阿罗上帝至权至尊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吟诗煞，请吴春心牧师祝祷。但愿平安的上帝，就是捌伫永远的约的火，对世人中带养分的大牧者，咱的主耶稣基督起来，互恁伫逐项事得到完全来行伊的旨意，佮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，得到欢喜伫伊的面前，归荣光荣耀伊，到代代无尽。阿免。请坐入岛闭会，若有需要代祷的兄弟，请到礼拜堂外面的雨伞骹。其他的兄弟欢迎参加茶饼会交易。